我喜欢那种大大咧咧的女孩，喜欢那种做事雷厉风行、说话又很毒舌的女孩。我总觉得这种女孩吧，她虽然表面看上去像个女汉子，但是她的内心是敏感的、脆弱的，是需要人关心的。 是哥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哦，没事儿。哦，没事没事。那不是哥哥，你喜欢小红吗？下手了还说没问题？小王我喜欢。哎呀，这知道不是哥哥是个有爱心的人。以后咱们有了孩子，就在秋去上学好吗？我和你妈都可以照顾他，你就在马场好好的工作。 我每周都会带孩子来看你的。哎呦，这哪儿跟哪儿啊？什么叫孩子呀？喂，可风，我跟你说，博士已经结婚了，他老婆都找到这儿了啊。博士结婚了，哎呦，他们俩都讨论生孩子的事儿了。天哪！ 这臭男人太不靠谱了，得亏我还想撮合他跟闪闪呢。不是哥哥，我刚刚水喝的有点多，我现在想上卫生间，厕所在哪儿啊？哦，我带你去啊，我带你去。你等着啊，我一会儿就过去。哎，你等一下，你等一下，他们俩要离开这儿，我得赶紧跟上。哎，喂。 回，劈开点，劈开点。好，慢点啊！你忍忍啊，马上就好了，马上就好了。喂，现什么情况？可风，我跟你说，我现在是最关键的了。你看一下。喂，哎，我听不见。我怕被他们听见。我开一下免提。哇，他们这是在做爱呀！一起。是吗？太奔放了，老婆，我也要，我也想那个。冬眠，博士在卫生间跟他老婆。出来了。他们好像要听说。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啊？你感觉没事吧？帮我一下，帮我一下。哎呀，慢点啊！这皮带怎么都这样了？你等着，我马上就过去。老婆别走，我你干嘛呀？我要去收拾狗男女。不是，你又不要我了？我跟你说，这要是告诉雷闪闪的话，他不会受到什么刺激吧？难道还要让博士继续欺骗他？像这种男人，阉了都不为过。可他怎么就竟遇到这些个渣男呢？你俩干嘛呀？急了火火的把我叫回来干什么呀？
博士欺骗了你，他已经结婚了，而且刚才在餐厅的卫生间，他和他老婆做爱。是真的，我都已经听到了各种细节，我都有一点。渣男的真面目！祝你早生贵子。好，谢谢谢谢。哎，真好。谢谢。人家看上咱们了，是不是？咱们瞧没瞧上人家，给人家一个准话，莫费劲。这是你们同事啊？阿姨好。我就见过他，刚才见的，哎，正合适，你们来的正合适。这我给你介绍，这是小文。我给我儿子介绍个对象，你们给参谋参谋。这你起来，小文，这名字呀，这小文，就文如其人，能说会唱。你给姐姐唱一个。你别捣乱吧。停！来。博士，不是你老婆？我们俩今天刚认识，她怎么就成我老婆了？没那么快。今天刚认识的，不是老婆。这现在不是，这事儿很难说的。这要今天瞧上了，明天一登记，明天就是老婆。现在不是他老婆。现在不是，这今后感情擦出火花来，任何事情都有可能，有可能以后就是他老婆。妈，我告诉你，她永远不可能成我老婆。博士哥哥。我说句是，对不起，我们误会你了。你们是严重误会我了。可是你们刚才在洗手。